喂，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我係灣區判官啊。第二宗判決正式開始。今日我哋嚟到蛇口網紅咖啡店365日，睇下係咪真係咁巴閉。聽講老闆娘係韓國人，仲好有性格㗎，感覺好似去咗90年代咁，懷舊味濃。到場已經有人排緊隊，估唔到人氣咁勁。一壺手沖咖啡，全餐草莓吐司。今次唔試清楚，點對得住觀眾？即叫即做，全手工製作，大概要等多30分鐘先有得食，真係慢工出細貨。謝謝。草莓新鮮，勁 juicy，自家製草莓醬加悶悶蛋香，68蚊一件都值回票價，真係好食到飛起。呢個全餐麵包多到可以開麵包店，配埋酸奶同炒蛋，真係冇得輸。有你中意食嘅呢個芝士 cheese。好，其實呢個係可以2個人食添，係啊，我都唔知今晚食唔食到飯。好，蜜糖牛油果。食飽之後，散步去海上世界都係10分鐘，食飽再散步，一樣夠寫意。綜合評分：環境4星半，味道5星，性價比4星半。判決結果：值得一試，唔試你就走寶啦。Like, share, subscribe。我哋下一個判決再見啦。